姐姐點都唔肯認錯，定係唔敢認錯？可能係因為你嘅行為。其實呢，僱主有幾個習慣可能會令佢哋覺得驚。首先，即時黑面咆哮。當工人犯錯時，如果你問都唔問，即刻責罵佢，佢哋會覺得好驚，但又唔明自己錯咗啲咩，唔敢承認自己嘅錯誤。咁樣只會令事情變得更加複雜。第二，翻舊賬式指責。每次出現問題，就將佢以前嘅錯誤攤出嚟講，會令工人感到冇辦法逃避過去，佢哋都需要面子，唔想再承認新嘅錯誤，因為佢哋會擔心又被指責。第三，當眾糾正傷害自尊。喺好多人面前糾正工人，會令佢哋感到好羞愧，只會令佢哋更加唔敢表達自己，甚至唔敢承認錯誤。咁點樣可以改善呢？我建議可以試下以下幾個方法。第一，設定冷靜15分鐘規則。當發現問題時，先暫停15分鐘，冷靜落嚟之後再處理，咁樣可以避免情緒化反應，更加理性咁去溝通。第二，用訊息代替當面指責。如果要糾正錯誤，可以考慮用訊息，俾工人有時間思考同回應，唔好喺當下就批評佢，可以減少佢嘅壓力。總之，作為僱主，我哋要意識到自己嘅行為對工人的影響，建立互相信任同體諒嘅工作環境，鼓勵工人勇於承認錯誤，咁樣僱傭雙方先會相處得更加好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呢啲分享對你有幫助。